现在父神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福分，在主你圣殿一起敬拜。愿神的话语成我们的力量，也成我们的激励，让我们在服侍者的过程当中，天天充满喜乐，充满这种平安，天天充满神的恩典。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今天我们的聚会呢，有不同的一个程序，或是说我们的一个流程要进行哈。就是今天是我们教会要启动第4期的幸福小组的一个启动日，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请7组的幸福小组的辅长跟组员呢，那分梯次上来，因为他们都想好了很棒的队呼哈。那等一下介绍哪一个幸福小组按照礼拜2、礼拜3聚会的程序，那他们上来，然后先队呼完了，然后在那边等候第2组、第3组一直到第7组，那一个热闹的一个开始的一个程序。那期待也唤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加入他们这个服事，因为无论是你在第一线，在幸福小组的现场，或是你在背后的祷告，这个都是我们整个教会服事神的一个整体的。因为就像一个国家要战争，一定要是前后资源都有的。那第2个是我们要在我们的那个代祷团队呢，在8月底就是这一期就完成了。我们9月开始就是一个新的39期。那今天刚好我们的诗会一真长老，他是我们的我们这个代祷团队的团长，他经历了很多属灵的恩典跟神迹，透过祷告所以他分享见证哈。那感谢主，让我们今天的一个聚会是一个充满神给我们恩典的聚会，也求神赐给这样的力量跟激励在我们当中哈。不过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节日的，今天是我们政府设立的一个叫祖父母节祖父母节。那我们第2堂礼拜的弟兄姐妹大家都比较年轻，但是现场也有当阿公阿嬷的，我们请当阿公阿嬷的举摇手一下好不好？阿公阿嬷也不少，我们拍手鼓励他们一下好不好？对，那给他，如果是另外一半在旁边彼此祝福说，祝你阿公阿嬷祝你快乐，好，来给他祝一下祝祖父母节快乐哈。虽然教会没有特别的庆祝了，不过他是要纪念说，我们现在我们的台湾的阿公阿嬷是很重要的一群，因为他们不只是年轻的时候带子女现在还要帮忙带那个孙子女甚至有的是阿祖的还在帮忙带。那他们对家庭的贡献实在是很大哈。愿神祝福在座每一位阿公跟阿嬷哈。那既然是我们这一个幸福小组的启动，那牧师呢就是要用这个主题再一次的强调，或是再一次的唤起我们弟兄姐妹，把福音为念成为你一生做基督徒一个重大的福分，或是一个重大的使命这样子哈。那虽然这个主题是好像一直重复，但是请记得，我们常常觉得重要的事要常常讲。就像你家里面有很多家规或是家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事情，你对子女或是对亲人常会耳提面命。那牧师的任务是说，我们要一直强调说，教会要有传福音不传福音不行吗？不传福音好像跟圣经的教导就有一点不足了哈，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好像就缺了那个重大的一块这样子。那我们读了2段经文，这段经文第一个是让人家感到非常心里面非常的激励的一段经文，这是保罗写给腓立比的教会。他为什么让人家感到非常的温暖或是非常的激励呢？是因为他这样说，每逢想到你们，我就感谢我的上帝。想到就会感谢的，你会不会让人家觉得想到你就为你感谢你有没有这个自信哈？如果觉得每一个人想到你的时候，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另外一半、你的孩子或是你的长辈想到你就是感谢，那这个多温暖，对不对？那还有他说，每次为你们祷告都怀着喜乐的心，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因为他太好了，太棒了，太让我放心了，所以他会觉得很快乐。
我们期待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当我们前任的牧者离开这里，他每次为我们互相教会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说：想到我们互相教会，我就是感谢上帝。我想到，跟大家为大家祷告，就是心怀喜乐。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快乐的心、感恩的心呢？原因是在第5节啦。他说：因为从开始的一天到现在，开始是什么时候呢？开始大概就是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刻，或是建立他们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没有间断的，你们都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一直都协助我。期待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为什么会被感恩呢？为什么会被感到喜乐呢？是因为他说传福音。倒不是说，这边教会很有爱心，这边教会很有温暖，这个教会充满了喜乐啊，这个不好，这个都是最棒的一个元素。但是因为有传福音，所以让保罗一再的提起说，因为你们这样子，让我心中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感谢。好，那第2段经文是保罗写给提摩太这位年轻的牧者，他因为没有办法马上跟他见面，所以他赶快好像觉得说，你要去牧养教会了，你要传福音了，赶快我把觉得心中最重大的一个福音的内容告诉你。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耽搁了这封信要告诉你们，我们在这上帝的家应该怎么生活。上帝的家要怎么生活？那就不只是聚会啦，大家在一起是教会没错，但是在这么多的活动当中，重要的点在这里。他说，这个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永生上帝的教会不是我们这一群人的教会是永生上帝的教会，而且还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刚刚我们的敬拜团带我们唱那首诗歌，君王在这里。这间教堂如果没有上帝在这里，只不过是一间盖得还不错的建筑物，一群还可爱的人在一起，这样子而已。那因为有上帝的同在，还有这边有圣经真理的基础，还有他说有一个动态的，大家都宣认我们信仰的奥秘是多么的高深。我们在这边聚会，不只是一个人际的交流，彼此兄弟姐妹之间的关心而已，是因为有深奥秘的信仰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血肉，成为我们的灵魂。所以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主耶稣他用人的形体显现，这是非常奥秘的一个信仰，只有我们信的人才感觉得出来，而且由圣灵证明为义。换句话说，在2000年前耶稣来到世界，很多人认识他，但是耶稣已经升天了，然后才圣灵来我们当中，一直在见证这件事情是真的，真的，真的是到处充满了神的能力跟神迹的。所以这件事情，这个教会那么重大，保罗千辛万苦还送了这封信给提摩太跟他所牧养的教会，给他们说他被万邦传扬，被世人信仰，被接到天上。主耶稣从天上到地上，成为人，然后传扬福音，然后到天上。他的天国的福音要被传扬，被世人信仰，这是教会重大不能缺的一个元素。所以既然这样，牧师要跟大家再一次等于复习了哈，到底教会存在的意义跟本质是什么？第一个，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团体，这团体它虽然存在地上，却有属天的特质。也许在组织上，政府认定、内政部认定说，你们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这个是人民团体，有财团法人啊，这个规矩都按照这样登记，照法令行。但是我们却要记得说，我们有属天的特质。第二个，是人所组成的，却代表上帝的同在。换句话说，这边不是牧师说了算，不是长老说了算，这些当然是一个人的组织，需要领导，需要办理很多事情，要有一个
开会什么，但是记得是因为有上帝的同在，这个团体才觉得有价值跟重要。再来，看似平凡，我们不是自己谦卑啦，我们都承认，基督徒承认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我们是平凡的，但是却传扬一个非常重要、上帝拯救人的伟大救恩。我们是卖一个产品，这个产品用过了就老了，就旧了，就没用了，或退时了，是一个永恒的救恩，是我们教会必须，而且是透过教会传扬的。那我们的任务是多么的大，或是我们的使命是多么的崇高哈！再来，是因为有教会的存在，既然是教会是在地上上帝的代表，那有教会的存在，让人才可以认识神啦。那不是说个人去传福音不算，而是因为在地面上有一个组织，有这样的一个架构，这个架构是神所允许的、所设立的。教会存在，要有传福音，要使人认识上帝，这个教会才有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换句话说，要一直有人认识，有更多人认识，这样才是教会的一个动力。所以，因为有教会的服事，许多灵魂失丧者就找到永恒的归属。这个是教会存在的重大意义，而且是我们的使命。所以呢，在里面的这一群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是耶稣的门徒啊。因为教会的使命，而使每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找到荣耀的命定。什么意思呢？是你无论是你在这个社会上，你从事了什么样的工作，无论在人家的评价当中是高是低，大概有社会的一个价值观，我们不在意。但是我们有一个身份，有一个工作，是荣耀神的工作，是传福音的工作，是救灵魂的工作，是主耶稣把它看成比赚得全世界都还重要的灵魂得救的工作。那放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也许你在社会上的职位，你的工作不是让人家羡慕，或是多么的让人家感到非常嫉妒的，这个都不在意，因为神不看这个，是看到我们愿意为被神所差遣，找到荣耀的命定。所以简单来说，教会不能只是聚会而存在，教会都要时刻以福音为念。美国曾经做一个统计，就是说来调查他们国内的教会，说你们的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最多70%-80%的填问卷说，教会是为了信徒存在，因为要服务群众所以呢，慢慢大家觉得这个是很自然、很习惯的事情。那牧师有机会曾经去德国访问过德国的福音教会，那里面有一位牧师呢，是我们台湾去的，他读神学院听说他读台南神学院没考上竟然跑到德国去读神学院，那就留在德国当牧师，现在已经80几岁了，很老了，已经退休了。那我们看到他好像某一种程度很羡慕，因为他在德国当德国人的牧师了都讲德文嘛。但是呢，他告诉我们，他说他的教区有好几千人，他教区的信徒会员有好几千人，但是每个礼拜做礼拜才5、6个、7、8个，因为大家根本不来教会啦。看起来好像他要服务那一群没有来教会的他也要服务，因为德国的福音教会，那个牧师是国家的身份呢，他就等于是公务员的一部分大家缴教会税、交钱，然后让这个牧师有一个工作。但是怎么说呢？他只要服务这个教区的，比如说他平常不来教会，但是他的生老病死，牧师要去关心，变成说有一点类似欧美的教会，已经成为一个变成稳固型了，不用传福音了，只要照顾教会里面的群众就好了。那何况有一段时间欧美的地区
整个国家几乎都是基督徒，难怪他们不用传福音，因为大家都是基督徒了。如果你要传给他，他说我已经信耶稣了，那怎么办？他不来教会，你怎么办？变成一种老化了，变成一种停顿了、停滞了。但是耶稣的命令还继续存在啊！难怪19世纪一大堆的宣教师到世界各地传福音，因为也许他们本地这种传福音的动力已经没有了，但是他们到国外来，所以教会如果不传福音，那就会像这种教会一直僵化、一直老化，甚至教会如果不传福音，它一定是内聚型的，因为大家彼此都是在关注里面的事情啊。那关注里面的事情到底要忙什么？就忙唱歌唱得好不好，忙你的服事多不多忙你参加礼拜来参加几次，就是为这些事情在烦恼。那再来可能又为了某一些事情开始吵架。那我们教堂的这个灯光要怎么设，我们的颜色要怎么装，我们的瓷砖要贴什么，就是忙这些。到最后不忙还好，一忙起来大家意见就来了，大家就吵架。所以常常吵架的教会通常都不传福音，因为他没有动力就只好把他的力气花在自己内斗型的，那就很糟糕。所以呢，我们在2个礼拜前，牧师曾经分享说，教会的本质是什么？第一个，就刚刚我们讲的那些前言呐。第一个，上帝在教会的在地上的代表是教会；第二个是受委派去拯救罪人；第三个是教会是信的人的聚集，却是不为不信的人而存在。换句话说，我们在一起领受信得到的恩典，我们信领受到神在生命上的改变。那这样还不够哦，我们不是天天庆祝说，我的生命得救了，我改变了天天庆祝到最后，你还为了什么？庆祝久了就没动力了嘛？是不是找新的人一起来庆祝，找新的人也能够得到改变，那这个动力才会出来。所以是为了不信的人而存在的。那我们要一起分享几个主题。第一个是为什么传福音？为什么要？你的理由讲出来啊。那我们说，第一个是因为耶稣给我们这个大使命。传福音不是牧师想到的，或是我们前辈、我们的教会的以前的传统，不是，是因为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使命，我们不做，那就违背耶稣的命令了。第一个，主耶稣呼召了我们。那有些经文牧师就带过，因为他很熟。马可福音在讲说，来跟从我。耶稣叫他的门徒来跟从他，所以耶稣也一样呼召我们来跟从他。第二个，耶稣差遣了我们，就是出名的经文，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要到全地，到天涯海角为主做见证。第三，这个使命是永远的使命，是传福音。这个使命不是一时兴起，或是你感动了才传福音，而是你无时无刻想尽办法，你的身边的人，你用什么方法？我们今天要幸福小子要差派，那你也不要认为说，原来你们这7组那就祝福你们啦，祝你们成功再见，我回家睡觉。不是，是因为我们觉得用这个幸福小团队，好像打团体仗，感到比较有动力，比较被激励，比较有帮助我们来努力看看。但是其他的传福音的方式还继续存在啊。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他虽然没有来幸福小组，但是你觉得我要传福音给他，开始为他祷告，为他祝福，这些都是使命，是我们心中永远挂念的。马可福音主耶稣说，要到世界各地向全人类传福音。那这样的使命是谁要做呢？是由门徒来完成，由门徒来成就这个使命。提摩太前书保罗这样说，这个红色的字，你蒙上帝呼召，在许多众人面前公开宣认那么美好的信仰。众人面前呢，许多众人面前公开承认。那这个门徒有这样的使命，那使命到底是什么意思？使命是你的吗？还是我？到底谁要承担这个使命？我又没有被要求这样子我来刚信耶稣，也没有告诉我任务那么大，我的使命那么大。但是请记得，那就是你进入教会的目的，是因为神爱你，神觉得你可以，神觉得你有得救的价值，而且神要让你从你的身上
看出神的荣耀，要为主来做见证。第一个意向，使命的意义是第一个是意向是一个过程，使命才是目标。换句话说，你有这样的愿景，你有这样的思考，或是你有这样的念头，但是那个好是好了，但是你要把它执行才是目标。你不知道，我天天，如果你只有意向，那我们常会觉得说啊，你是梦想，空思梦想，或者是我们圣经箴言所说的啊，人无意向啊，就是民就放肆，就是好像觉得没有这样的意念，但是有意念不去执行，那其实也是无济于事啊，因为你只不过是天天在好像画一个大饼一样。所以马其顿的意象就是这样子。保罗他看见这个意象，好，这个是神给他的哦，但他也可以讲说，哎呀，我没力气啦，我忙啦，啊，那个欧洲那个地方那么偏远呢，我怎么去呀？我还倒不如在亚细亚来传福音比较熟悉呀。但是他就跟着这个意象，然后执行了。他这样说：保罗有了这个意象，我们立刻准备前往马其顿去，立刻哦，没有什么质疑，马上做决定。那往马其顿，而且知道上帝呼召我们去传福音给当地人，明确马其顿。曾经有人这样子历史学家研究说，当初这个意象神给保罗，如果保罗没有去执行，会不会今天欧洲都还是这个蛮族的社会，没有现在的欧洲的文明，没有文艺复兴这一段，或是没有欧洲的整个基督教的世界，也许那也许在土耳其这个小亚细亚这个地方传福音，会不会变成什么样？但是神就是这样子预备啊。好，那第二个使命是什么呢？是终其一生都要做的事。这个使命不是像你在做生意，或是你在完成一个论文，我写完了就结束了。我新的再来，但是传福音就是你认识主耶稣，你成为门徒，你就一直承载着这个使命。你不能说我不知道，所以干脆就忘了。那我不能说这个使命不重要你因为你忘了。那这个使命有没有价值？是因为你自己看它多重要。如果你觉得不重要，你可以天天过你的一个认为的快乐的基督徒生活但是主没有这样讲，所以提摩太后书4章2节，保罗这样说：要传福音，不管时机理想不理想，都要传。时机理想跟不理想，表示说我任何的时刻，即使是逆境，我都要传福音。即使是在最不方便的时候，也许神已经预备了一个福音的机会。我就碰到曾经有基督徒来我们教会，是新的朋友，我就问他说：不认识你你是从哪里来？他就开始讲了。我说你是怎么样认识耶稣的？他就说有一次他生病住院，就是隔壁病床的病人病友传福音给他。他说你出院后有机会去教会，他就真的来了。住院的时候自己都身体不舒服还传福音吗？他就这样子。所以在得时不得时旧的圣经这样写，他说时机理想不理想都要传。他说用最大的耐心，或者说你人身体上有任何的能量都发挥出来了。牧师在以前认识有一位老姐妹，她不识字她都每一次上公车，因为她不会开车也不会骑车，上车就找隔壁的这个公车上的乘客传福音。他觉得乐此不疲被拒绝也没关系。他每次来教会都给教会拿了一叠那个更新那个传单就发给他。有时候被人家丢在地上被丢在地上，他也觉得说这个是自然的，他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就觉得说这个是他要尽的努力。他觉得有传了，那信不信是神在成就。第三个是，既然这个使命你要想办法让它成为有果效，不是说尽力了，我努力了。以前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态度了，这个态度是因为长久的经验给我们的。他说我们尽力就好了，让神来努力，这个也不一定因为有时候你如果用他为什么会不信呢？
他为什么不听呢？接受不了，我要用什么方法才让他听得下？那这个是你要努力的部分。换句话说，神的福音是好的，但是为什么传的没有果效？我们要想出用尽各种的办法。我们为什么会推动幸福小组？也不是说好像其他传福音都没效，而是因为我们学习了、观察了，而且听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成果的见证，觉得幸福小组是一个有组织的，大家彼此团队合作的，是打群架的，不是单打独斗的，而且是有逻辑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是让这个小组的呈现，让人感觉说，哎呀，就是我要的地方啦。这一群人在一起那种气氛，就是我天天想得到的。因为在我的公司，在我的家里，在我的朋友当中，没有这样的温馨的地方。那这个就是一种氛围。所以我们常会讲说，幸福小组是攻心为上。大家感觉以为好像这种好像耍一些特技什么的，其实不是，是因为要在普通的人身上看见上帝国在这个团体里面，让人新鲜感动，而不是你用你的口才、你的知识、你的学问去说服他。因为脑筋很奇怪，你越要说服他，他的阻力就越大，觉得说我干嘛信你，我干嘛听你的，你比较厉害吗？人都有一种非常一种人的本性一种排斥的心，但是你让他感动他反对你的都不反对了。那就是很多幸福小组在做见证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见证。那所以你要让使命有果效，就是要想尽各种办法。使徒行传这样说，当信主的人越来越多，男女都有，所以既然要使人来信耶稣，我们就是要学习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说，他从天上降到地上成为人。那所以要成为一个道成肉身的教会，就是传福音的最基本功。因为如果不是的话，人家只是看你一群人礼拜天穿着很体面的来做礼拜大家离开，只是一种羡慕，根本不知道你在干嘛。但是道成肉身是让人家真正看见神的，那就要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那这个经文就在讲道成肉身的一个真理，说道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充满着恩典和真理。我们看见了他的荣耀，这荣耀正是父亲的独子所当得的。他在讲耶稣，耶稣从神变为人，用人的形象让大家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耶稣讲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神，你们听到我所讲的就听到神所对你们讲的。那这就是道成肉身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的经文。那从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去表现出道成肉身呢？记得牧师曾经在圣诞节的时候的信息当中做了一个分享。我们说主耶稣道成肉身是100%的，因为神降为人嘛。但是圣灵降临之后，他把这个道成肉身的真理，或是道成肉身的这个属灵的能力，也赐给每一个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一旦有圣灵的同在，就是你道成肉身，耶稣的恩典在你身上，只是说你的承载量到底是多少，是5%呢，或是50%呢？这个数字就在你的信心的成立，或是你对圣灵的渴慕，或是你愿意被神所差派，在决定你这个道成肉身的分量。那当然见证越有能力的，就是因为你得到神的道成肉身的能力在你身上。所以保罗就教导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怎么样把道成肉身的真理让人家认识呢？他就用这段经文来表示，他说，在信心软弱的人当中，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争取他们，所以用什么样的人当中，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他是什么意思？他说，无论用什么方法，我总要救一些人。他是跟他们同理心的，是跟这一群人好像大家buddy，就是大家很谈得来，而不是说，我是高等的，你是低等的，我是职位高，你是职位低的，不是那一种，是因为我愿意屈就你，我愿意跟你一样，就好像
我们到农村，你要跟这些农夫讲话，你不要穿着皮鞋亮晶晶的，穿着西装要跟这些农夫讲话，谁跟你讲？你愿不愿打赤脚，或是愿意穿一件很普通的衣服？就是那种愿意跟他们一样的，那就是道成肉身的一个真意了哈。保罗说：“我为了福音的缘故做这些事，目的是怎么样？不是虚假，不是装，而是因为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很 care 他们，我很在意他们，我很愿意跟他做朋友，是要跟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所以道成肉身有这样的程序哈。如果我们教会的实践来讲，第一个，我们要让这些百姓对他们宣告神要赐下这个救赎，这个是恩典救赎。第二个是我们让他们带来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不是一种口头上的知识，而是真正他的心被触摸了，圣灵触摸到他们了。所以很多我们的信物小组的一个慕道友，我们叫做 Based， 他进到这个非常充满爱跟温馨的氛围，经过做见证，听过真理，为他祷告，很多 Based 都会哭啊。你看这些同工，他们做见证，很多人流眼泪，留不住。或者唱一趟诗歌，泪就流下来，是因为你让他有生命的改变。他也许在其他的团体，他就很惊，很觉得很矜持，但是在这个充满爱的团体里面，他愿意放下他的心防，那个时候就是福音的接触点。第三个是主动积极，而不是被动的。就曾经我听过杨启如牧师讲这一句话，他说：“我们教会不要当成一个警察局的派出所你犯了罪，好，你来自首这个警察局如果开着等人家来自首，那永远都是门可罗雀，没有人是那些警察那些刑事调查局要跑去看看这个人犯了什么罪，要把他抓来那传福音的意义也是这样的意思，不是等人来当然也有人自动来的，有这个很感动。有人说我看了网路知道有一个富祥教会，我最近心情很不好，我看到教会很温馨，我就自动进来，那是神特别恩典。但是通常是一群基督徒门徒愿意把福音传给别人，是主动积极的，而不是被动的。第四个就刚我讲的，道成肉身就是辅救，去亲近那些需要福音的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所以期待今天我们的信物小组要差派，那虽然只有40-50个是成为组员，但是我期待今天在这边听到这样的信息的弟兄姐妹，你有可能你有的时间，你有你的地点，你有你的身份，你有你的处境，你能够以福音为念，以福音成为你一个基督徒重要的一个心胸，你觉得一个决志。我们要怎么做呢？有这几点。第一个是全心全意的布道。全心全意就刚刚我们读了腓立比书1章3到5节。保罗为什么会感恩？是因为他说从开始的一天到现在，你们都传福音，表示他们是全心全意、心无旁骛的。腓立比教会为什么会被人家认为是这一间非常让人家感动的教会？是因为这群弟兄姐妹不只是热心传福音，而且他们还乐意帮助别人所以保罗对这间教会感觉非常的温暖第二个是用尽全力。他说罗马书说，所以我迫切的要把这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迫切表示说其他事情都先不管，就很重要，就把这件事情做好。哥罗西书1章20节说，为了这目的，我运用基督赐给我的大能力，不辞劳苦，竭力工作。不辞劳苦就是再怎么疲劳啦，再怎么累啦，再怎么忙啦，再怎么很多杂事啦，我就是用尽办法想要为主工作。很多信物小组的同工都做这样的见证。他平常不是摆着没事干呢，或在家当少奶奶贵妇没有他平常也是很忙但是觉得说奇怪，每次要做福音小组的工作呢，他政府小组的工作就觉得说好像精力又来了，精神体力又来了，而且神很奇妙平常你事情忙了很多在信物小组的期间，很多事情神都帮你代劳了。很多事情你本来要忙1个小时的，竟然不用15分钟。很多事情包括你的生意、你的工作、你的很多任务，神就用很奇妙的方式
那你会认为说牧师讲这个好像有一点天花乱坠，但是就是这一群信无小的同工做见证啊，又不是牧师帮他讲的，是因为他们真的是经历到神的恩典，包括他的事业，包括他的任务，神都帮他挪开了就对了。他说你把信无小的时间献给神，其他神为你做，有这样的见证很多。那我们今天有7个小组，我们也期待有这样同工的，下一次有机会要请他们做见证。那第3个是要专业，操练专业的布道。换句话说，传福音不是随性的，是你有计划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透过信福小组？是因为信福小组它是一个逻辑的，它是制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氛围，有圣灵的能力在里面。因为这一群小组员，他要先祷告，他要先为这些base的祷告，他要先同工先处理内部的意见，要合一才有办法传福音。因为有信福小组，他们在训练自己说，我每天起床一定要在镜子面前训练，说我笑的笑容有没有达到至少80分以上。那笑容要觉得让人家觉得和蔼可亲，觉得非常好亲近，不是那种职业的笑容，也不是像在百货公司里面你买了我的产品我才笑啊，你不买我就脸臭臭的，不是，是真的是出自内心的要去关心。那这个就是专业啊，你不知道以为笑容就那么的简单哦，是真的是因为你内心笑，你的笑容才好看。所以保罗才这样说：我向所有人传扬基督。用各样的智慧教导大家，要使每一个人成为成熟的基督徒，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感谢主，是因为我们就存着这样的心志啦。牧师突然间想到一个怎么比喻他就是说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传福音很重要，但是我就没有那个动力，对不对？那你怎么样去领受这种传福音的心志呢？可能我们在座有些弟兄姐妹，你是2代、3代、4代的基督徒，你周遭的范围好像都是基督徒的亲人朋友，你就不会觉得说灵魂得救是有多重要。就像比喻说，突然间有一个地方一个房子这个火灾了，那这个妈妈因为还没睡就跑出来了，但是她一直觉得说，我一个人得救没有什么用途，我里面的孩子，我里面的家人才重要，所以他就要冲进去火场，要用最重要、最快速的方法把他抢救出来。我不知道我们在传福音如果有这样的心志，好像要在火场里面把一个生命把它拯救出来那种心态，那我们有的是初代的基督徒，这样的感觉会比较强烈。但是你过了3、4代，好像你都很习惯了。你怎么样去训练？求神给你这样子抢救灵魂的心智。所以到最后，我们是要让这个教会永远追求一个福音的兴旺，让教会复兴。使徒行传这样2段经文，这样跟我们告诉我们说，那一带的地方都福音都传遍了，福音都大大的兴旺。曾经有人这样质疑了，说：教会为什么一直要讲复兴？教会要讲人数增长，其实也可以不用讲，这样牧师比较不用那么忙我们基督徒也不用那么忙。但是这样合圣经吗？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不用增长。为什么彼得在耶路撒冷传福音，他说那一天有好几千人来信主？为什么圣经要讲这样讲？他讲大家都很感动，回家睡觉。为什么要讲好几千人？为什么人数天天增加？为什么大大兴旺？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不是天花乱坠自己乱掰的，没有是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人数增长不是数字，不是你的业绩，也不是你教会在报人数的觉得好看，因为那个数字是代表一个灵魂。我们不要忘记耶稣这样子讲，他说有100只羊，99只在你的那个羊厩里面，但是有1只我要去把它找回来。99只都已经差不多快100%，他还是觉得不够，还要把在外面的那只羊来救回来。我们有这样的心志，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
有这样的数字，不是为了业绩，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光荣，而是因为你把一条赚的全世界都不能换的灵魂抢救回来。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受，你就会发现说，一个人得救对你有多大心里面的喜乐跟平安，而不是觉得不好意思，觉得说好像我基督徒为什么一定要把我的信仰传给你？有这种态度哈，那大概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基督徒真的就聚会就好。求神把这样的能力赐给我们，重点是要祷告。